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現場直擊。喺呢個炎炎夏日，東京嘅氣溫真係唔話得。但係我哋依家嚟到上野公園，參加一場令你心曠神怡嘅盛會——第55屆全國冰雕刻展夏季大會。雖然天氣好熱，但係工作人員同參賽者都已經準備就緒，為呢場冰雪傳奇揭開序幕。比賽正式開始，參賽者面對嘅係一塊塊重達100幾公斤、晶瑩剔透嘅巨大冰磚。喺東京嘅烈日下，呢啲冰磚每一秒鐘都喺度融化緊，所以參賽者必須同時間競賽。佢哋攞起手腳冰鑿，動作利落。你睇下佢哋全身裝備，防水長褲膠靴，仲要喺冰凍嘅環境同酷熱嘅天氣之間揾到平衡。呢個唔單止係技術嘅考驗，更加係體力同耐力嘅挑戰。隨住時間過去，原本方方正正嘅冰磚，喺藝術家嘅巧手之下，開始變出各種形態。有展翅高飛嘅鳳凰，優雅嘅天鵝，仲有充滿動感嘅動漫人物。參賽者嘅專注同鍥而不捨，體現咗日本著名嘅職人精神。每一刀每一作都精準無誤，冰花隨風飛散，好似落雪咁。完成之後，參賽者都會同自己嘅心血結晶合照。現場氣氛非常熱鬧，吸引咗大批市民同埋外國遊客駐足觀看。好多遊客都係第一次喺夏天近距離見到冰雕製作，紛紛攞起手機記錄呢個難得一見嘅時刻。最開心嘅莫過於小朋友啦，平時喺冷氣房就見得多，依家可以親手摸下呢啲冰涼嘅巨大冰磚，感受下嗰種沁人心脾嘅快感。呢種冰火兩重天嘅體驗，絕對係東京夏天最特別嘅一幕。為咗令觀眾睇得更清楚冰雕嘅細節，工作人員仲會喺作品後面放一塊黑布，利用強烈嘅對比，令冰雕嘅輪廓同紋理更加突出。呢啲作品喺陽光照射下，閃爍住寶石一樣嘅光芒。不過，美麗往往係短暫嘅。夏季冰雕最殘酷亦都最迷人嘅地方，就係佢會隨着氣溫慢慢消逝。最後，評審團逐一巡視作品，佢哋攞住評分表，從藝術性、技術難度同埋完成度等多方面進行嚴格審核。每一件作品都凝聚咗選手嘅汗水同創意。雖然呢啲冰雕最後會化成水，但嗰種追求極致嘅精神，已經留喺每一位觀眾嘅心入面。多謝收睇今日嘅分享，希望呢段影片可以為你嘅夏天帶嚟一點涼意。我哋下次再見。